依家已經9點鐘啦，離我喺拉薩出發大概有2個鐘。今日嘅目的地係去珠峰大本營，咁而家係第一個高速公路嘅休息站，風景都唔錯㗎呢度。等陣會去辦呢個邊防證，辦完之後呢，就應該都差唔多晏晝啦，可能要繼續行嘅話呢，由於佢距離拉薩有600公里左右㗎，咁應該都要傍晚時分先會去到啦。不要在這兒踢了哈，不然是會壞的哈。等一下，我要這個監控。可以。來。終於嚟到珠峰嘅景區服務中心。等陣入去應該仲要搭嗰啲接駁車，都要搭好耐。这個開這個開第8衝就好成3了。啊，給他接好，給他接完要。這個設備開第8衝就好。依家轉景區嘅車，要搭1個鐘。喺珠峰大本營行嚟呢個位都行咗半個鐘咯。呢度係超級凍土，超級大風，有哈爾濱咁凍基本上。放大少少先，係啦，有少少雲遮住呢個就係珠穆朗瑪峰啦，就係全世界最高嘅山峰咯。我雖然戴咗手襪，但係咧隻手都係凍冰咗嘅，要換隻手揸住部手機先可以。嗰個牌咧，佢哋係要排隊影相嘅，係嗰個珠穆朗瑪峰嘅高度嚟嘅，就其實佢睇落去咧就唔係好高咯，喺呢個位睇落去。好啦，咁我影到呢度先啦。